嗨，你知唔知飲落去又苦又澀嘅橄欖油先至係你身體最中意嘅天然消炎劑啊？因為入邊佢會有一個多酚嘅物質，呢隻先係正嘢啊！哈佛大學研究指出咧，初榨橄欖油係對你嘅心血管、大腦運算、癌症預防都好重要。佢可以話係人類保持青春嘅秘密。如果每日食半斤嘅初榨橄欖油嚟替代牛油嘅話咧，佢可以有效降低死亡率風險34%。橄欖油咁叻都係全靠多酚，佢可以幫助你身體對抗炎症，而且仲係你皮膚嘅天然防腐劑。如果你每日瞓醒都覺得周身骨痛嘅話，你好需要佢。嗱，如果你真係落鑊炒嘅話，你就等於謀殺佢嘅營養。市面上好多精製嘅橄欖油，為咗方便你爆炒同埋儲存，佢會拎走晒入邊最有價值嘅多酚同埋維他命 E。情況就好似你覺得部電話越嚟越慢，於是你就 delete 晒入邊啲相同埋 app， 甚至所有嘅資料，即係得物無所用。咁應該點揀橄欖油先至能夠攞到佢最大嘅營養呢？咁以下有3個秘訣俾大家。第一就係留意佢瓶身一定要寫住呢組英文字，又或者標明係特級初榨橄欖油，咁樣就代表佢係100% 嘅初榨啦，同埋機械冷壓，冇任何加工，咁樣先可以留住佢入邊最多嘅抗氧化營養。第二就係將佢直接食用，例如當牛油咁搽麵包或者涼拌沙律都非常方便。第三，大量研究指出，每日朝早起身空腹1羹初榨橄欖油嘅話咧，佢仲可以緩解輕度便秘，等於同你嘅腸道做咗一個 SPA。